最佳成績49.07。另外都有兩位一位斯里蘭卡選手啦，一位卡塔爾選手，佢哋嘅最佳成績都係46秒。卡塔爾嗰個運動員身形好靚，好高大喎，跑400米即係好有優勢喎。甚至有一兩個跑44，咁就賴到成隊上去啦。都見到嚟緊嘅400米初賽第3組已經係留意咧第7線啦，就中華台北女中項，佢係最好成績47秒41。喺佢外線呢，就係卡塔爾嘅運動員啦，好高大啊，46秒43嘅紅衫啊，好易認。咁睇下咪又係卡塔爾咁犀利啦，喺外邊。咁啊追住外線嘅泰國選手唔係咁容易俾你過，泰國應該佢都係47嘅選手，哇！但係唔兩步過，高佢幾個頭，好誇張，好高大啊佢，大幅又快，斯里蘭卡嘅選手啊喺第6線呢就唔放過去啊，跟住佢先，盡量。咁啊跟住咧就係泰國第3，中華台北女中項咧就睇下可以追上去個第3嗰度啦。暫時咧就係仲係呢兩位選手鬥嘅。但係泰國運動員有後段加上嚟喎，想追翻轉頭喎，捉得翻喎，真係。啱啱過到卡塔爾嘅選手啦，睇個勢想過啦，過埋啦。但係卡塔爾選手仲有頂住，3個好近啊！睇嚟46秒05啊，唔想嘥咁多力嘅，可能卡塔爾3個都係46秒嘅 PB 喎，3個都 PB 喎，應該就攞埋個細 Q 啦，好犀利啊！3個一齊46，所以呢個 PB 咧就正話講過啦。頭3就有添喎，因為佢哋有3槍喎，頭3名都唔好咁過信呢 PB 啊，因為又話47秒幾，見咗哇46秒05，46秒10。咁反而第4嗰有冇細 Q 咧？大快咗。第2名卡塔爾選手46秒13。泰國第3名就係泰國選手46秒28，哇！3位選手都46秒啊，所以真係非常之激烈啦。所以第4名都有機會攞細 Q 喎，都唔慢喎。47咪09咯，係咯，都 PB，係咯，中華台北嘅運動員啊，咁啊女中項，因為大家逼快咗咧，就好容易咧就可以做到個人最佳成績嘅。哇！呢個角度睇落去咧。